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回到 Lisa 的听歌学台语系列。今天我们要来学的呢是灭火器的19451945娃娃 TV。这首歌呢是描写1945年的高雄大空袭。那个时候台湾正是动荡的年代，而高雄也因为遭受了美军猛烈的轰炸，而成为了这场战争中台湾受伤最严重的城市。不过可惜的是呢，大多数的高雄人呢对这段历史并不是很清楚，也不太了解，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段历史。残酷的、残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军大反攻，居然没有打到台湾，打到琉球。身为高雄人的我呢，也是在这首歌问世之后呢，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。所以很感谢灭火器推出了这么一首歌，让高雄人甚至是台湾人知道了这段课本上没有的历史。好，那我们故事就说到这边，我们来看歌词吧。One， 暗淡的光线，接着侥幸的人，远远望着一空一徛，破败的海岸，风中铺陈的生命，凋零落土的旧纸，怨叹希望拢变成空，怨叹命运稀人。咱是生在乱世的人，注定无半项，但是我的心中有一个愿望。想要将所有的心意，予你知影。混乱的时代，纯情的梦，我不是勇敢的人，只有点点甲你做伴，偷偷写一条歌，等希望的日头照伫山岭，等和平慢慢靠岸，等飞行机袂过来，想要牵你的手，听海涌的声，等飞行机袂过来，予我牵你的手，唱这条乱歌。好，那我们这首歌要来学的词语呢是这些。第一个侥幸呢是可怜不幸的意思，在歌词里面呢写的是晚暗淡的光线照着侥幸的人，大概的意思呢是说，在空袭之后，暗淡的月光照了这些可怜不幸的人们，表示空袭之后大家有多悲惨。那侥幸呢可以这样用，例如你认识的人或者是你朋友嫁给渣男老公，那你就可以说侥幸哦，嫁予迄款翁，真可怜真不幸，嫁给那种老公。那侥幸呢，除了可怜不幸之外呢，也有行事不义、有负他人的意思。我以前常常在电视上听人家说，你这个人真侥幸失德，你这个人真的很缺德，或者是你这种侥幸失德代一定没有好尾，你做这种缺德事一定不会有好下场。失德呢就是缺德啦，那再加上侥幸呢，就是加强那个缺德的感觉，并表示你只是陷在侥幸没有被抓到而已。那关于侥幸失德呢，一般都是用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上面，例如杀人、放火、抢劫、强奸，或者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例如医生去给人家偷塞器官等等的，才会用侥幸失德。一般那种小缺小得，例如随地乱丢垃圾等级的，人们不会去说他是侥幸失德啦，顶多会说他没品而已。好，那下一个性命呢是生命的意思，在歌词里呢，他写的是风中铺陈的性命。意思就是说，在空袭之后啊，很多人失去生命，也很多人受伤，当然也有很多人因为发生了这种事情而感到悲伤。那性命可以怎么用呢？在连续剧里面，有人在逃亡的时候会说：“哥安利勒基，我也没性命，再这样下去我会没命的。”那一样在连续剧里面呢，也常常会有听到人家说：“我没那个性命，继续跟你算下去啊，我没有那个生命继续跟你玩下去了。”也可以解释成我没有那个时间继续陪你玩下去了。生命呢，就是时间的一种嘛，生命是会随着时间慢慢流逝的，所以这句话里面也可以把生命比作成时间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就抓，就抓呢就是发誓的意思，在歌词里面写的是呢凋零落土的就抓，意思呢是说以前种种的誓言都因为这场灾难而全部凋零落空了。因为以前跟你许下誓言的人呢，可能已经因为这场空袭而已经不在了。好，那就抓这个词呢，一般应该比较常在电视电影上看到吧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电视剧里面的人呢，真的很爱就抓。我真的很怀疑，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会就抓吗？除了那些政治人物作秀之外啦，至少我个人是没有就抓过啦。我在现实生活中呢，也没有看过有人就抓啦。真的有人在现实生活中会这样说：“我就抓我要每个去拔掉啊，又不是在拍戏。”如果大家有就抓过，或者是有看过人家就抓的话呢，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吧，我还蛮好奇的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希郎，希郎呢是戏弄、调戏、捉弄、取笑的意思，在歌词里面呢写的是万叹命运希郎。
意思呢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命，一切都是命运在捉弄。那希郎怎么用呢？例如小明很喜欢欺负小华，那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说小明就爱希郎些华，小明很喜欢捉弄小华。那如果你是要斥责警告小明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对小明说，小明你卖个希郎些华，小明你不要再捉弄小华了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注定，注定呢是注定的意思。大家有没有听过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？没错，注定呢就是你出生的时候，上天就已经帮你决定好你的命运了。那在歌词里面写的是呢，咱是生在乱世的人，注定无半项。意思呢就是说，因为生在那种战争的年代，所以本来就身不由己，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如自己所愿。那注定可以怎么用呢？例如你要把妹的话，你就可以说小姐，我感觉咱的姻缘是天注定的。好，下一个呢是点点，点点呢是安静的意思。在歌词里面呢是这样写的：混乱的时代，纯情的梦，我不是勇敢的人，只有点点跟你做伴，偷偷写一条歌。意思呢是想表达他在那种混乱的时代中呢，他也无能为力，唯一能够做的呢就是静静的陪在他身边。好，那点点可以怎么用呢？例如你要叫一个人安静的话，你就可以对他说你点点。不过你点点比起解释成你安静，更像是你闭嘴。好，那如果你要大家安静听你讲话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说请大家点点听我讲，请大家安静听我说。那台语有一句俗语呢，是点点吃三碗公半，意思就是安静默默的吃了3大碗半的饭，可见真的很会吃。这个呢，其实就是比喻一个人默默的做出惊人惊讶的事情。例如你有个朋友，你平时都没有看过他有什么男朋友，有一天呢，他突然带了一个很帅的男朋友来，你就可以对他说，你点点吃三碗公半哦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日头，日头呢是太阳的意思。在歌词里面呢，他写的是但希望的日头照在山岭，意思呢是想表达人民盼望的这种黑暗可以赶快过去，大家可以赶快看到希望的曙光，不用每天在这边担心受怕了。那日头可以怎么用呢？你可以说今天的日头真炎，今天的太阳很大。那太阳呢也有一句俚语呢，是日头恰呀呀，虽然够细命，意思呢就是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会先以顾全自己为先。例如你在外面摆地摊，然后警察来要开单了，你不就要赶快收一收，然后赶快跑了吗？那你隔壁的人呢，可能就收的比较慢，他想请你帮他一起收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对他说：日头恰呀呀，虽然够细命，你保重，我先来走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飞灵机，飞灵机呢是飞机，在歌词里面呢写的是当飞灵机伟哥来。这句歌词呢其实很心酸，因为在这首歌1945的那个年代呢，我就在美国的飞灵机在台湾牵炸弹，所以人民一听到飞机的声音就感到害怕，要赶快躲进防空洞里。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民呢，最希望的就是飞机不会再来，不会再听到飞机的声音。好，那飞灵机可以怎么用呢？如果你要出国的话呢，你就要坐飞灵机。Lisa， 你要去哪？坐飞灵机啊！哦，你要去哪啊？坐飞灵机啊！唉，你坐飞灵机要去哪？哦，美国啦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呢是海影，海影呢就是海浪啊。那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写的是呢，听海影的声，听海影的声呢就是听海浪的声音。那为什么是听海浪的声音呢，而不是听其他的声音？不是听心跳声，不是听走路声？为什么是听海影的声呢？因为高雄是海港嘛，而战争的时候呢，海边应该是最危险的地方，所以当战争结束、和平到来的时候呢，人们就可以放心安心的去之前最危险的地方游玩啦。好，那海影可以怎么用呢？如果你跟你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约会，想要去海边的话，你就可以说：咱来去海边啊，听海影的声。我们去海边听海浪的声音。那你们到海边的时候，如果浪很大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说：你看，今仔日海影真猛，那只船都变准啊！你看今天的海浪好大，那艘船都翻船了耶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来复习一下，侥幸呢是可怜不幸的意思。侥幸哦，嫁予迄款翁，性命是生命的意思。搁安落去，我会无性命。就抓是发誓的意思，我就抓我以后袂搁去跋筊啊。
戏人是戏弄、调戏、捉弄、取笑的意思。小明做爱戏人小华的，注定是注定的意思。小姐，我感觉咱的姻缘是天注定的。点点是安静的意思，请大家点点听我讲。日头是太阳的意思，今仔的日头真艳。飞行机是飞机的意思，我要去坐飞行机。海影是海浪的意思，咱来去海边啊听海影的声音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灭火器的1945这首歌的词语教学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词语都学会了吗？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学的台语歌呢，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栏，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